商城来着，办得不错。乐视商城。哦，对，就是乐视商城。哎呀，自从有了这个乐视商城，皇后娘娘和后宫的嫔妃之间就再也不吵架、不打架了，是吧？那是因为啊，他们有了心理寄托。鹏鹏，我今天找你来啊，是因为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个名师，张三千的《盛夏风光瓷瓶》。你那个乐视商城可有卖的？张三千，可是张大千的弟弟。张大千，哀家不曾听说过。皇祖母，这事儿就包在鹏鹏身上，您放心吧。还是鹏鹏最知道孝顺哀家。皇祖母。今儿的天气不错啊。今儿这天儿实在是太热了。你就是专门倒卖艺术品的？卑职专注倒卖艺术品20年，无论是皇家专供还是民间高人的，只要您要，我就都能收来，品质绝对让您放心。我要的盛夏风光瓷瓶拿来了吗？人呢？嘿，娘娘，来。货呢？等着。快点。娘娘，这就是您要的盛夏风光瓷瓶。不错。还有什么好货？David，娘娘恕罪，娘娘饶命！这个盛夏风光瓷瓶就当送给您了，还求您放过奴才。这在我们那个时候可是无价之宝，必须要拿下。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只当没看到？娘娘，我愿意做牛做马报答娘娘。这样吧，你把这个David像送给我，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那玩意儿是西洋过来的，是仿品，在咱们这儿可是禁品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啊？我这是在帮你销赃呢。哦。娘娘，谢娘娘大恩大德。小事儿，我先撤了啊。哎，娘娘，您的盛夏风光瓷瓶。放哪儿了？娘娘，您到底在找什么呀？您倒是和我说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的 David 没了。娘娘，David 是谁啊？ David 是米开朗基罗的代表作，我刚刚从一个太监那儿买的大卫雕塑啊。我当是什么东西呢？这种东西丢了，咱们再买一个不就完了吗？这东西可不能丢，丢了是要被问罪的。那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啊？这个雕塑啊，是个带小丁丁的裸体。小丁丁为何物？就男人的那个。那东西在西洋人眼里啊是个艺术品，可放在你们这儿就是个违禁品。要是被别人看见了，别说是私藏的罪名了，搞不好还可能被杀头。哎呀！怎么了？今天飞毛腿来咱们先生宫取价，奴婢就把一个盖着诏布的物件当成盛夏风光瓷瓶寄到太皇太后那儿去了。啊！完了！这东西要是到了太皇太后手里，可是要出大事儿了。哎呀！哎呀，谁？嗯，女神姐姐，
你怎么来了？杨言，快告诉我，刚到的快递放哪儿了？在这边呢。你不会黑吃黑打劫自家的产业吧？还给我！给我！别闹了！哎呀，我寄错东西了，赶快帮我找！好热！姐姐，你要干什么？你别脱呀！我不能对不起我九哥呀！揪你个头啊！我。姐姐，这都弄乱了。姐姐，我打出血来了。血啊！听说快递在宫中大受好评。是啊，皇上，现在宫中的各个吃住用度都是快递寄来寄去的，就连御膳房的蔬菜都是南菜园用快递寄过去的呢。看来皇后所说的生态系统果然便利。如果朕要寄一个东西，是不是所有经手的人都会知道朕寄了什么？回皇上，快递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保密性强。您只要包好了包裹，写好了去处，那便没有任何人能打开您的包裹。收件的人只需要查看包裹的完整度，就可以给5星好评了。虽然说对这种新的形式有所担心，不过朕也不能固步自封。这样，你去帮朕寄一个东西。送到的时候带句话：见物如见人。是，皇上。报！皇上，有您的急件，请签收。下去吧。是，皇上。皇上。强公公，在。你过来。你给朕写“小苹果”这3个字。背过身去。哦，没朕的允许，不许转过来。皇上，这是宁海进贡的苹果，太皇太后用快递给您送来的。苹果，又是苹果，扔掉！等我扔了！以后别再让我看见苹果。